企业公司伫日月潭来设立电动车的充电站。县长林明珍离启用的典礼，感谢业者来设站，讲打来民众听啊放心啊，驶电动车到日月潭来佚佗咯。 日月潭的向山游客中心，即马嘛有电动车的充电站。县长林明珍和业者拢欢迎电动车的驾驶加利用。在日月潭总共设了将近5、6个站县长非常感谢他们到我们南投县来照顾我们的旅游业者还有我们的观光业者日月潭是台湾有名的观光景点之一，业者嘛希望会当来满足电动车驾驶实现低碳旅游的需求。那我们这一次的象山那个快充站的一个启用典礼，等于是低碳旅游、绿色观光这个产业的一个起手式。 随着电动车愈来愈普遍，低碳旅游嘛变做观光发展的趋势。即摆业者以日月潭做出发点，未来嘛开发更较侪路线，让民众唔免阁为着充电来烦恼。可以吗？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